兩位新導演合作，我覺得係大家真係好有心去做。我覺得成為新導演係最難係開始寫先啦。你有得揀嘅就係揀拍同埋唔拍啦。喂，我想入行喎，我可以做啲乜啊？我話你唔使諗做啲乜入行嘅，你就拍片啦，拍完片就係參加 AV 咧，參加去先浪潮啦。咁而家我冇得再講呢啲説話咯。剪片房咧多數會擺啲嘢喺度供奉一啲會搞到我哋拎機嘅嘢嘅，咁就會有個像，就加啲食物咁樣就唔食得嘅，就話食咗會拎機啦，但係呢包係我食嘅。倪志樂讀緊香港浸會大學電影系3年級，佢嘅作品入圍香港亞洲電影節。呢日倪志樂去到一個裝修緊嘅工廈單位同埋公園拍攝學生作品，擔任執行導演，主要係負責拍攝嘅工作。我知道我同我一齊拍嘢嗰班 friend， 大家個目標都係電影咯，而且佢哋已經係入咗電影行，即係除咗我仲讀緊書之外，其實我啲朋友都入晒行。每一年可能一屆有100幾個學生咁樣，基本上每個老師都可能會提攜4、5個同學帶佢入行。我諗唔係，未必係睇我有冇意向咯，主要睇我有冇呢個機會。入圍香港亞洲電影節係其中一個機會，令佢嘅作品更多人認識。先浪潮 IFA 呢啲嘢，其實佢提供緊嘅係一個頭銜咯。你本身係乜都冇嘅，跟住你今日你可以話我係先浪潮導演咁樣，令到俾錢你嘅人去相信你咁樣。電影節嘅作品比較多元化，而佢嘅作品風格係偏向荒誕，題材比較小眾。我條片個內容係講呢個羅德兄弟個老豆就發明咗架飛機啦，點知咧佢就發現咗地球嘅重大秘密之後咧就突然間死咗。咁呢兩兄弟大個咧就決定就飛上天去睇下究竟地球嘅秘密係乜嘢。近年香港唔少嘅電影節都先後失去政府嘅資助或者停辦。由影意志主辦嘅香港獨立電影節喺2021年中接獲藝發局嘅通知，要終止佢哋嘅資助。第13屆嘅香港獨立電影節亦因為咁而停辦。有20年歷史嘅先浪潮，上年起不獲政府資助，本地競賽短片數目由23年嘅15部減至8部。另外，由香港藝術中心主辦，有29年歷史嘅 IFVA 亦喺上年9月宣布停辦。雖然獨立電影節失去政府嘅資助或者停辦，但係業界覺得政府都提供咗好多機會俾年輕人發揮。政府做咗好多嘅，喺唔同嘅範疇都有，即係你譬如創家作啊，咁藝發局即係以前有呢個先浪潮啦，政府俾錢㗎。再有先浪潮，依家冇，即係唔係政府俾錢之後，亦都藝發局有短片比賽啊。咁呢啲嘅都係有一個我哋叫做循步漸進嘅。俾年輕人你去做，你參與個行業。藝發局取消先浪潮資助之後，5月起開始邀請本地團體就短片拍攝推廣計劃提交申請計劃書，目標係今年第4季推出。文件列明短片計劃嘅資助上限係300萬。另外，申請者需要遵守關於國家安全嘅條款，禁止承辦者作出不利於國安嘅行為。黃彥博曾經參加先浪潮，作品內容係講探員調查一單神秘失蹤案件，而失蹤少女叫做燕琳。參賽作品不獲電檢處嘅批准放映。老實講，我係詫異嘅，因為我嗰套故事劇情嚟講，其實我覺得冇咁個政治性冇咁高。佢覺得德國比香港有更加多拍攝機會，所以而家已經移居德國發展，繼續參與拍攝工作。短片係一個任何一個新晉導演入門，基本上一定係拍短片㗎啦。好少導演係可以一嘢就拍條長片出嚟就成為導演嘅。短片一定係起家嘅，或者係試驗或者學習嘅地方。如果將電影工業係一個生態鏈咁樣去睇嘅話，咁電影節就係其中一個新景，就係其中一個森林咁樣咯。咁而家冇咗電影節，就基本上放火燒嘅一個森林。咁冇咗個森林，咁捉翻啲動物去邊咧？咁樣問題就在於呢個係一個骨牌效應嚟嘅。電檢去揣測究竟政權諗啲乜嘢，
咁然後你去到下一層就係演員公司 agent 場地去諗電檢諗就政權諗啲乜嘢，咁你只會越嚟越窄，去到層層推落去推返去創作人嗰度。就算我哋創作人諗過好多種種聰明巧妙嘅方法去講一啲故事，或者其實個故事冇嘢嘅，即係可能好普通好平凡嘅一個故事嚟嘅，只要呢一個骨牌入邊，其中一個人嘅想像空間入邊覺得呢樣嘢係會觸碰到某啲非實際嘅紅線嘅時候咧，佢都可以拒絕你，佢都可以唔俾你用個場地，佢都可以唔租器材俾你，佢都可以唔放個演員俾你用，咁你都係拍唔到，你都係要 compromise。近10年都幾乎有10至20位新晉導演拍到佢哋嘅第一部戲，但係咪代表佢哋可以繼續拍更多作品呢？入行10年嘅何爵天，3年前正式做導演，憑《正義迴廊》成為當年金像獎新晉導演。呢套作品取得票房成功，佢第2年又有第2套電影作品。不過電影市道轉差，佢而家等緊再開下一部。佢話新導演嘅人工唔多，有時需要做其他工作幫補收入。即係拍2套戲加埋嘅導演費啦，都不如我去麥當勞嗰度做1年嘅經理咁樣啦。真係㗎，又機緣巧合啦，又 ViuTV 嗰啲導演又識咗我啦，咁就開始揾我就拍好多綜藝嘅節目咯。拍1日咁你已經即刻有一個錢啊嘛，因為你拍戲就永遠等戲開啊。大館石街影院舉行放映會，分享香港新一代導演嘅電影啟蒙。何爵天有份策展呢個活動，今日邀請咗3年前第一次執導電影嘅劉國瑞分享。講緊以前係1年有300幾200套戲嘅時候，即係1年可以拍到好多套戲啊。咁但係你講緊而家話1年如果拍到1套戲，都已經好高難度啦。亦都係啦，大公司亦都唔夠膽開戲，政府分零咧亦都要等好耐。而家我知道。拍咗首部劇情片嘅，未都咁快有第2個戲嘅 offer， 個考慮多咗，無論喺錢啊，或者喺政治上啊，喺文化上啊，咁都會有好多嘅考量，咁所以都令到嗰個製作少咗好多咯。近5年開拍嘅港產片，由2021年最高峰嘅25部減少至2024年嘅11部。港產片開拍數目越嚟越少，業界更加睇重票房嘅大前提下，會唔會好難得到投資者嘅信任呢？入咗行或者未入行嘅人，佢哋掌握唔到個市場嘅脈搏，佢哋淨係想開戲啫，忽略咗就係你去開戲，你係咪能夠面對到個市場個競爭力？唔係拍部戲係一個任性啊嘛，點樣去令到投資者放心，同埋令到人入戲院睇戲啊嘛？新導演考慮創作同市場需要嘅時候，可唔可以達到平衡呢？正義迴廊上映之前，何爵天都有擔心票房問題。拍嘅時候咧，我係冇諗票房嘅，完全唔諗嘅呢啲嘢，因為有得拍已經好好噶啦。咁但係咧到就係上啦，嗰陣時咧就開始有呢個焦慮啦。第一就係佢係3級電影啦，咁同埋個片長又長啦，同埋都其實係咪真係會有人會中意睇啲殺人放火嘅戲嘅咧？咁同埋法庭片咧，以前係從來都唔賣座嘅，香港都咁，所以都見到好似好多好不利嘅因素咯，咁樣樣係開頭係票房係好差嘅，咁但係咧慢慢咧個口碑升咗上去啦。咁我嗰陣時亦都好勤力去借票啊，去出席唔同嘅宣傳活動啊，咁樣樣啦。總之搲爛塊面啦，乜都去做啦。即係我覺得導演嗰個職權，其實佢哋係應該要先專注創作，再去因應呢個市場嘅意見去改咁樣。你身為一個創作人，如果我要諗啲觀眾想睇乜嘢、中意乜嘢嘅時候，咁其實唔使我哋呢個崗位啊。導演最值錢就係佢腦入邊嗰個想像出嚟嘅嘢，咁呢樣嘢係唔應該干涉。作為一個電影學生，問個老師我第時應該做乜，可能佢都口啞啞嘅，即係冇個答案俾我哋去行咧，就會迷茫少少嘅。但係講緊嗰樣嘢就係夠唔夠叻仔咯，就係可唔可以適應到
我係能屈能伸嘅，即係可唔可以擺低自己嗰個所謂電影嘅身段去做一啲其他類型嘅多媒體製作？有啲乜嘢係喺個電影上邊，香港電影係 stand out 嘅？如果我哋揾唔到捉唔到呢樣嘢嘅話，其實唔會有出路嘅。